我这边要，机会，在哪？没得干什么了。鸡开个白色的罐子吧，这个标准。他这哪不会叫饭的村里人吧？他去就村里人他便宜。他给了没？我去。哦。给了我没？那给了远的。就村给办了那赚。那给了远的。这来了一般他不会。哦。没有。是不是？那些都听你办。哎呀，那这里边去就可以。那地方跑了皮了来了。我这边要，机会，在哪？没得干什么了。鸡开个白色的罐子吧，这个标准。他这哪不会叫饭的村里人吧？他去就村里人他便宜。他给了没？我去。哦。给了我没？那给了远的。就村给办了那赚。那给了远的。这来了一般他不会。哦。没有。是不是？那些都听你办。哎呀，那这里边去就可以。nhỏ lu bà hoa bà chị lấy bà nó nhảy hay gì à đây nè vlog luôn.
nhỏ lu bà hoa bà chỉ là bà nó nhảy hay gì à đây nè, vlog luôn là vlog luôn